林本基金会接到真侪家长指控高雄一个国小的课特教老师上课拢会黑白骂囡仔，佮为着分数好看，考试叫囡仔直接抄答案。林本基金会是讲这老师伫20月当前，特别因为向家长推销保健食品，互投诉。这几档嘛，佮有几啊件的申诉案。林本基金会是批评讲学校佮教育局拢无要处理，也毋过市政府嘛强调讲，因绝对无暗藏。互家长去伫课堂当中咧耍手机，佮摄像骂特教生，高雄这名特教老师20几档来陆续互家长反映，硬要塞健康食品不懂管教。5号阁有家长出面指控伊伫咧资源班教学的时阵，考试的时阵，互囡仔直接抄答案，因为原班的老师发现程度差伤济，用同一个考试卷过来考试，才发现他都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家长嘛讲，囡仔为国小要升国中的转衔会议，老师嘛袂记通知伊，明显失职无适任，但这已经不是第一届发生。可能正在戒尿布，他就会跟他说：“你不好啦。”孩子虽然没有口语，但其实他知道老师对他的一些恶意。现在的这个学校是他的第3所学校，所以他一直都有人，就是他其实一直不停的都有人在申诉他。他保障不适任老师，也同时保障他们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这些包庇的人都是共犯结构。林本指出，为西元2000年到今嘛，这名老师争议不断，却也是一直咧教学。将严加督导学校依规定办理不适任教师作业流程，以保障特教生学习权益。一旦学校接获检举，我们会依照校园事件处理程序召开校园事件会议依法启动相关程序。学校讲目前无接到家长检举，无做调查。教育局嘛回应4当前老师教学无好的代志已经记过，今年这件代志会依法调查。不过调查期间，老师也是会当教册，嘛，互家长非常的无奈。敢讲囡仔干那会当靠家己。记者王柳婷、陈hen坤报道。